點解香港餐廳嘅侍應總係對講普通話嘅人有分別對待？喺香港食飯嘅4大禁忌，你知唔知啊？第一，喺香港上外賣食物唔好講打包，因為喺香港打包喺醫院入邊常用，喺餐廳都講拎走或者外帶。第二，食完飯想繼續傾偈，要小心俾人掃地出門。香港茶餐廳係分秒必爭，拖慢晒會影響其他人做生意。第三啊，喺香港食飯成日見到酒冰啊、酒油啊、酒糖啊，其實酒咧就係取消啊、唔要嘅意思啊，千祈唔好誤會啊。第四，去食飯唔好外帶飲品零食，否則會俾多啲錢收。所以有時唔係分別對待，只係習慣唔同。除咗切飯，香港仲有好多地方都同內地唔一樣。似港話咧喜歡中英夾雜，買東西又好講求性價比，都係買對唔買貴。前買呢啲奢侈品都有專門嘅批號，貨真價實，還物美價廉。本地人去嘅最多嘅就係廣東道蘋果直營店旁邊嘅賒品奧萊，裏面300幾個品牌，1萬幾件貨品，只要1折起。關鍵係冇真假顧慮，支持兩岸聯保，假一賠三。